因为疫情关系，真侪基本的应对含建室活动拢先来暂停举办。不过，即马有推动台语的民间团体，要对7月开始举办2个月台语线顶课程，希望会当透过网络，互台语的推广，莫因为疫情就来失败。你好，你是叨位？时间一到，学员随上线等上课。财团法人关怀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台文线顶课程，希望在疫情期间也会当继续进行台语文的推广。阮本来安排足侪工作，本来安排文化营，看起来是拢袂当办，所以阮才教授大家讲，无咱用即个线顶的来开课安尼。即阮并毋是讲去倒位有摕钱，创啥拢无，阮就是大家主动讲。这个时间袂使互了去，安尼就大家讲，大家认真义务都来做这代志。除了邀请各大学的老师教授来上课，课程也安排各种无同的主题，有乡土故事、时事文化、传统音乐等等。希望透过多元的内容，和民众对台语有更较深的认识。迄个年代无北京语，也是讲迄个年代北京语其实是较少人会晓。迄个年代才会头人，若要推展因文化协会的精神，要讲的语言是啥物语言？你用家己去思考看卖。基金会表示，到8月底进前，每一个拜2、拜4，伫并且参 YouTube 拢有免费的线顶课程，满为民众踊跃参与。随后也会继续规划安排，和台语文的推广。透过网络打破时间、空间的限制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